开始了！嘿嘿嘿，真好耍诶！嗨，小朋友好，小型星即马有点特别啦哦，就是这，只要点一下就会发出声音哦。我要甲进前的小型车拢点看卖，嘿嘿。哪会无声音？乐乐，你咧创啥？阿姊，是安怎点特别？点这无效？这是因为册顶有秘密啦。Hello， 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阿姊，册顶的秘密是啥？就是这个金色的管啊是啥嘞？管仔顶头写“小型星点图”，是用来印刷小型星点图条码的油墨哦。小型星点图条码是啥？乐乐，你看，才有铺色一点一点，就是点图笔的条码。爱有这个条码的册，点图笔点到伊，才会有声音哦。怪我点正经的小型星拢无声音，也毋过这个点是啥人画去你纸顶的？乐乐，毋是用画，是用印的。印刷厂的师傅会先甲要印伫册内的图做成一块一块的房仔，刷了，佮甲油墨加伫机器内底，就会当印做册了。哦，上新的点图 ABC 会有一只坐伫船顶的小碰器。是安怎同款图案的？要做四块啊？乐乐，你观察看卖，这个房仔有啥物无共？因的色水无共款。无毋对，房仔顶头的四色蓝做伙，会印出册顶的色水，就亲像你看到的安尼。你看，师傅咧甲色料加入去机器内底啊。除了小型星点图的黑色以外，阁有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。无毋对，有即几种色水互相调配，就会当印出册顶美丽的色水哦。好，在准备大量印刷进前，小型星的编辑阿姊会阁确认一解小型星的点图条码敢有问题哦。会员来了，乐乐，咱来试看卖点图敢有问题。会使啊，会使啊！这个就是无问题，点图印刷机会当开工咯。你看，这有足侪纸的。这拢是准备要印点图 ABC 的纸哦。印刷进前，师傅会先整理纸，甲逐张拢切做同款大小的寸尺。我摕一沓小型星，感觉真重，是安怎师傅移动这个纸看起来这轻松咧？因为这个切纸的台仔顶头嘛有秘密咯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摇看卖是安怎？1. 阿姊去健身房练过。2. 纸台顶的空斗3工。3. 纸还未印刷袂当。答案是2. 纸台顶头的空斗3工。台仔顶头的空有一直吹气里的气流，所以师傅刷起来会较轻松。我阁加一个秘密，会当甲叽叽讲啊！乐乐，拄则印好的内页，要摕去显面，准备印另外一面咯。行，咱做伙去看卖大力士显纸机。大力士显纸机会当伫空中甲足重的纸显来显去呢。足厉害啊！哈！乐乐，我阁带你去看另外一种超快速印刷机。阿姊，你看是广东卫星纸，看起来真像是互大象切尻川的。是安怎这个纸无要用切好的咧？因为超快速印刷机印伤紧啊，爱用广东的纸才对得到伊的速度。哇，超快速印刷机足大足长，一台机器就比我的房间搁较大呢。乐乐，
超快速印刷机会负责印真侪小型星图本甲游戏本哦。伊毋若印了紧，印了阁会自动凹做册本的模样呢。阿姊，师傅摕印好的纸咧创啥？师傅咧调整色水，倒边迄张是编辑阿姊希望的色水，正边是拄则印出来的，较无遐红颜，所以师傅要调整印刷机的色水，互伊看起来较接近。册掀开的倒边正边两页色水嘛爱共款哦。哇，真正同款呐！超快速印刷机真正足紧的，我拢看袂到顶头的图啊！印好啊，印好啊，足济！这印好的纸要送去倒咧？这印刷厂印出来的页面，会再去另外一个叫做夹线厂的所在，会用特别的订纸机还是黏夹，装做一本一本，小朋友摕到的，才袂是散散乱乱的小型星哦。原来是安尼。小型星杂志在就期正前，需要印刷师傅确认色水敢有对，编辑阿姊嘛爱确认检讨条码无问题。刷落来爱经过足济步数，才会送去小朋友手里。咱来做伙爱护小型星杂志，欢喜阅读，好快收藏哦。乐乐有冰刀咯，会记得爱饲定冰刀的动物哦。嘿嘿嘿。